我叫阿俊，05年来上海，在这邊一直在尼泊爾餐廳，一待就20年。我現在店裡財務方面做的比較多，然後購物的事情都是我做的，修理啊哪些地方要修一下都是我來看的。我們店現在有3層樓，每個樓層都風格都不一樣。一層是像酒吧跟餐廳，2樓是榻榻米，是尼泊爾的風格的，3樓是正常的椅子。這些裝修的都是從尼泊爾帶過來的。哦 ，Namaste。哎呀，昨天怎麼樣？昨天晚上？最近生意不是很好。我姓張，張連俊，本地上海人。25年前，搭檔剛剛到上海來呢，也沒什麼事兒幹，就每天到我的店裡來坐一會兒。他說我們自己再做點餐飲吧，然後我們就跟他回到尼泊爾去，然後找了廚師，備了香料，找了一個40平米左右的小店，我們就開始創業。名字其實當初也沒怎麼想，就叫尼泊爾餐廳。Nepali Kitchen， 這個名字就一直沿用下來了。這個菜可能我們要改一下，這個呢味道是不錯，數量也 OK， 但是現在顯得就每個特別的小，拍照不好看。我們研究一下吧，這個能做得好看一點。好的，我們可以要麼這樣子大一點的啊，就這樣子，对，就是我們換20公分的大的尺寸的蝦，然後呢，從背部啊。把它剪開來，再放香料佐料，然後再烤。那成本壓不下來，我們就換成1份2個，把價錢壓得低一點。這邊店裡主要是尼泊爾人日常吃的也是那個通盤套餐嘛，是比較受歡迎的。還有炸雞翅、酸奶、黃油饢餅，這些都是。雞肉蝦，這是新的啊。薄荷酸奶、青辣椒、香菜。坐，拿個椅子一起坐。不是的，來。哎呀，那這個烤的可以。現在我們把那個虎蝦開個 crown， 就換這個大小的了。對，這有20公分的，對吧？以前那個太小了。好看的這個好看，這個拍照也比較好看。对。然後今天是4個对吧？好，1人1個。我們先嘗嘗看，鹹怎麼樣？可以。我們現在目前菜是辣的方面是減辣了，因為中國人不太喜歡吃，好多人都不吃辣的，味道吃不慣嘛，有些人吃不慣的，但是大部分總體來說還是喜歡的人比較多。我們畢竟開了25年，以前是我們大部分都是外國人，都是離開了，他們都不在上海，但是有的時候他們來上海旅遊啊，這邊還是有的。前幾個月就我見了好幾個客人，都是10幾年前的老客人，他們也不在上海，但是有時候來上海，他們都來這邊吃。
其實不光是把尼泊爾的文化和一些美食推薦給中國人，而且我覺得這些年還有個比較關鍵的，就是能讓在上海打拼的這些尼泊爾的學生也好，來做生意的也好，有一個小小的落腳的地方。逢年過節的時候，他們能找到同伴聊聊天、吃吃飯、喝喝酒。那句話怎麼說的？最能慰藉鄉愁的，無非是美食和美酒。我们最大的困难是疫情的时候，本来是我们想关店的，但是这個餐廳開了這麼久，我的所就在這個店裡。這邊員工都是尼泊爾人，他們也在店裡工作了也10幾年了，都是像個一家人，然後一直想開下去。未來的話可能會開分店，可能不在這邊，可能在別的城市，把尼泊爾的文化和美食帶到中國來，我很有成就感。中尼兩國也建交70周年了，我跟我搭檔也認識25年了，也算一個共同成長吧。希望我跟我搭檔再有一個25年。